耶稣佫用比喻对因讲：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伊的后生摆设娶亲的宴席，就打发仆人去，请遐个被调的人来赴席，因却毋肯来。王佫打发别个仆人讲：恁讲互遐个被调的人，我的宴席已经备办好了，牛甲杯剔已经抬了，各样拢齐备，请恁来赴席。遐个人无理就走了，一个甲家己的田里去，一个做买卖去。剩的掠条仆人领了因，甲因抬了。王就大怒，发兵击灭遐个凶手，烧毁因的城。怎呢？对仆人讲：喜宴已经齐备，只是所调的人不配，所以恁往岔路口上去，凡拄着拢调来赴席。遐个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，凡拄着无论失落的，拢召集来。宴席上就坐满了客。王入来观看宾客，见迄边有一个无穿礼服的，就对伊讲：朋友，你来到遮尔来，安怎无穿礼服呢？迄个人无言可答。怎呢？王对于使唤的人讲：捆起伊的手骹来，甲伊等伫外面的黑暗内，伫遐内必有哀哭切齿了，因为被调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，安怎对着耶稣的话陷害伊，就打发伊的门徒同希律党的人去，见耶稣讲：夫主，阮知影你是诚实的人，并且诚诚实实传上帝的道。啥物人你拢无顺正面，因为你无看人的外貌。请讲互阮，你的意见如何？纳税互该撒会当也是袂当？耶稣看出因的恶意，就讲：假冒为善的人，为什么试探我？摕一个上税的钱互我看，因就摕一个银钱来互伊。耶稣讲：这上甲这个号是谁呢？因讲是该撒的。耶稣讲：安尼，该撒的物当归该撒，上帝的物当归上帝。因听见就稀奇，离开伊走了。撒都该人常讲无有国外的事。迄天因来问耶稣讲：夫主，摩西讲，人若死了，无有囡仔，伊兄弟就带伊的某为哥哥生子入后。从前伫阮遮尔来，兄弟7个人，第一个带了某死了，无有囡仔，放落牵手互兄弟。第二个、第三个，直到第7个，拢是如此。末后有人也死了。安尼，当国外的时阵，伊是7个人中倒一个人牵手呢？因为伊拢带过伊。耶稣回答讲：恁错了，因为不明白圣经，也不晓得上帝大能。当国外的时阵，人也无娶，也无嫁，乃亲像天顶的使者同款。论甲死人国外，上帝伫经上向恁所讲的，恁无念过吗？伊讲：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上帝毋是死人的上帝，乃是活人的上帝。众人听到这个话，就稀奇伊的教示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定调了撒都该人的口，因就自责。当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，要试探耶稣，就问伊讲：夫主，律法顶的诫命倒一条是上大的呢？耶稣对伊讲：你爱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律法中的第一，并且是上大的。其次嘛是三纲，就是爱人如己。这2条诫命是律法甲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法利赛人自责的时阵，耶稣问因讲：论甲基督，恁的意见如何？伊是谁的子孙呢？因回答讲：是大卫的子孙。耶稣讲：安尼，大卫被圣灵感动，安怎佫称伊为主？讲：主对我主讲：你坐伫我的正边，等我甲你的仇敌放伫你的骹底下。大卫既称伊为主，
伊安怎阁是大伯的子孙呢？伊无有一个人会回答一言。对迄日以后，也无人敢阁问伊啥物。